你在做交易的时候，你可以去问自己说，如果我现在已经有1000万美元了，我会做这个交易吗？欢迎收听链动财经 Chain Finance Insights。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在加密货币交易当中，一个非常影响大家决策的一个心理因素——稀缺心态。好呀，那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心态是怎么影响大家的交易的，然后我们又该如何去克服它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在交易当中，稀缺心态到底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就是有一个人他持有以太坊差不多2年的时间，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不赚不亏。但是呢，他眼睁睁的看着其他的投资机会就是飞涨。后来他终于有了盈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交易，他就赶紧卖了。他就错过了后面更大的行情。那说明就是这种心态真的会让人失去一些很好的机会啊。对啊，你看，就像这个有人他在牛市的时候赚了200万美元，然后接下来的1年他就全部都亏光了。还有人他是市场第一次跌30%，他就全部都卖了，后面市场涨了50倍，他就只能拿着稳定币看着。还有人他是因为他持仓太久了，所以他本来40%的收益最后变成了20%的亏损。还有人他是早早的就卖了之后他就看着那个币又涨了10倍。甚至还有人他是卖了那些垃圾币，归零的垃圾币，他就会后面拿不住任何一个好的项目。就这些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因为稀缺心态导致的一些失误。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卖飞，也有经历过持仓太久。所以稀缺心态它在交易当中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它又是怎么影响我们的决策的呢？其实很多这种交易的失误都是跟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金钱的匮乏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你的父母为了账单而争吵，或者说你小的时候买东西都要很小心翼翼的去看价格。然后你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就是钱是非常稀缺的。你在交易的时候，你也会把这种思维带进来。比如说你赚了40%，你就会很害怕，你觉得我要不要赶紧跑？我怕等一下这钱又没了。或者说你会觉得我要不要再等等？我怕我错过后面更大的行情。你就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决策。那稀缺心态和丰裕心态的交易员，他们在行为和结果上面会有哪些明显的差异呢？稀缺心态的交易员，他就会觉得每一次交易都是我的救命稻草，我一定要成功。所以他就会要么就是拿不住，要么就是持仓太久，然后他就会比较焦虑。丰裕心态的交易员，他就会觉得反正机会多的是，所以他就会比较冷静的去看待每一次交易，他也会比较注重风险管理和仓位调整，他最终的结果也会更有可能是持续的盈利。为什么很多人在交易当中明知道有些决策是错误的，但他还是会去做呢？就是因为他太害怕了，他害怕自己错过，他害怕自己犯错，然后他就会陷入一种想要每一次都做对的这种执念里面。他就会比如说他会拿住那些已经亏钱的股票拿得太久，他会卖飞那些赚钱的股票卖得太早，或者说他会不断的去加码，他也不做好风险控制。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是在交易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创伤，而并不是在交易市场的信号。稀缺心态它除了影响我们的交易决策之外，它还会对我们产生哪些更深层次的影响呢？比如说有的人他本来已经赚了5倍，但是他因为害怕卖早了，所以他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利润又跌回去，跌的只剩不赚不亏。然后还有的人他是赚了30%，他就赶紧卖了，后面那个股票就涨了10倍。还有的人他是因为他永远都觉得我要么就是赚大钱，要么就是亏，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说我可以通过很多次小的盈利来积累我的财富，所以他就会要么就是孤注一掷，要么就是完全不冒险，他就会失去很多真正可以让他的资金增长的机会。那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稀缺心态，培养一种更富足的思维呢？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去冥想，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然后你去重新训练你对金钱的看法。你要告诉自己，钱是可以不断的创造出来的。你在做交易的时候，你可以去问自己说，如果我现在已经有1000万美元了，我会做这个交易吗？你不要去执着于说我这一次一定要对，你要去更多的去考虑风险和仓位，你要去提前设定好你的盈利目标和风险水平，你要学会去动态的调整，
你要去衡量你的机会成本。富足思维到底会给我们的交易和财富积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好处呢？就是你会比较从容的去做出决策，然后你也会比较合理的去设定你的止盈止损，你不会去盲目的跟市场对抗，你也不会去因为情绪而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你就会比较稳定的去积累你的收益，你也不会去陷入那种因为报复性交易或者说因为害怕错过而导致的一些更多的损失。那对于那些长期被稀缺心态所困的交易者来说，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打破这个循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去，首先你要意识到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一些决策都是被我们童年的一些经历所影响的。所以你要去意识到这并不是你的错，但是你有责任去改变它。然后你要去把你的注意力从你过去的创伤转移到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上，你要去慢慢的用行动去打破你这个心理的障碍。我也见过很多人，他们就是从一直亏，最后变成了一直赚。其实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你觉得交易当中我们最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你和金钱的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然后它会影响你每一次的交易决策。如果你被这种稀缺心态所控制的话，你就会不断的去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决定，你就会亏更多的钱。其实这个东西比你去学习一些技术分析，或者说你去担心市场会崩盘要重要的多。 OK， 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稀缺心态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交易决策的，然后我们也聊了一些如何去克服这些心态的一些方法，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启发。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